一定要推介就係《天國的微笑》啦。咁呢一首係我入行以嚟其中一首最中意嘅歌，我都算好彩，因為每一次出碟都有一首係入行以嚟最中意嘅歌。因為呢首歌我記得一收到 demo 嘅時候已經好愛，唔知道會填咩歌詞，但係成首歌嘅意境同個畫面已經出咗嚟，直至到歌詞出咗之後更加愛。可能佢其中裡面一句我最愛嘅就係、即係首歌好凄美，即係覺得佢裡面有一句就話只有睡眠能祈求夢到你睡抱，即係有時你失去咗一個人嘅時候，你知道你真係點都得唔到，唔可以再得到佢嘅時候，有陣時唯一可以即係可能見到佢個樣，或者聞到佢嘅氣味，或者再觸摸到佢嘅手，就係靠睡眠，即係發夢咯。咁我覺得呢個係好真實嘅，因為有時可能有啲嘢好想得到得唔到，都希望今晚瞓覺會夢到咁樣咯。咁另外一首好中意嘅歌，甜蜜蜜啦。呢一首歌係話說我錄咗2次，因為第一次唱得太慘，第二次就監製就逼我唱得甜蜜蜜啲，因為首歌叫甜蜜蜜。咁呢一首歌我覺得最得意嘅地方就係唔同人聽、唔同人睇啲歌詞會睇到唔同嘅嘢，我就睇到好慘嘅。Wyman 就係睇到係 take it easy 嘅，一首歌係 Wyman 填。嗰陣時我同佢食飯，佢就話呢個世界可以有 playboy， 點解唔可以有 playgirl？ 咁佢最中意塞啲最奇怪嘅歌詞俾我唱，咁我都好中意。咁就係話呢個女仔就係即係歌詞裡面講話你不是，從來也不是，但我想愉快的錯一次。但佢又好喜歡嗰個男仔嘅甜言蜜語，但係講起戒指卻非那回事。裡面又話即係而家我好年輕，我仲可以玩得起，你俾我玩一次啦，我真係好中意你㗎。你個樣可能又好靚啦，你講啲嘢俾我聽又氹到我好開心啦。但係我知道一講起即係結婚戒指咧，就唔係嗰回事。趁我仲年輕，你俾我去玩一次啦。咁佢個 hook 咧就係忘記 Mr. Right， 愛 Mr. Wrong 一次。咁個 Wyman 就確認就係有 playgirl 啦。但係點解我唱到咁慘？就我覺得基本上嗰個女仔就好愛嗰個男仔。但係只不過係佢係知道呢一個唔係 Mr. Right， 即係唔係一個結婚嘅對象。咁我個 theory 就係話，尤其是係女仔，如果可以長久嘅話，邊個想玩呢？係冇人想玩嘅，所以就係哇唱嗰陣時，我覺得好慘，即係我完全即係我 feel 係玩唔起啊！但係又要玩落去，因為你好愛佢啊嘛，咁覺得我而家都尚年青，都仲可以玩，第時大個就唔得。但係基本上佢係好愛嗰個男仔咯，係咯，咁所以其實呢一首歌好得意，即係唔同人聽有唔同嘅感覺，係咯，咁但係曲式啊嘅方面就係即係好似小調咁樣啦，咁就好甜嘅唱得，咁有陣時反而係越甜嘅嘢，如果啲歌詞裡面你領會到另外一啲嘢咧，就會聽落去就越酸咯，咁就係睇下你點聽呢一首歌。其實都滿意自己嘅成績，因為知道其實自己走咗好耐去台灣度出碟啦，咁變咗你離開咗香港呢一個 market 好耐，咁翻到嚟可以有自己嘅一個舞台劇，同埋出到一隻自己好喜歡嘅碟，即係嗰樣嘢好私人，好私人地又覺得自己已經盡咗力，咁所以係好滿意，而唔係話真係要去得到哇好多獎啊，或者好大嘅人氣先叫滿意咯。即係你係當你有咁少嘅時間去盡量做一啲最好嘅音樂或者最好嘅戲俾大家睇嘅時候，而我做到我已經好滿意。咁第一個咩獎啊？一個盡力獎咯，因為每一次做任何嘢嘅時候，即係都係盡力咯，係咯。除咗做嘢之外，會做一啲唱歌嘅 show 啦，就係同朋友交換禮物咯。我哋為咗環保就交換屋企自己冇用嘅嘢
出嚟。但係上年有啲朋友太無聊啦，真係拎咗啲垃圾出嚟交換，例如士巴拿啊、錘仔啊。今年盡量唔好啦，有用少少咁樣咯。繼續出碟啦，咁而家傾緊啲戲啦，咁但係即係我會最希望嘅就係有機會開一個大型又好、細型又好、中型又好嘅夜晚 outdoor 嘅音樂 show 咯，因為我覺得唱歌或者聽歌嗰個係一個空曠又有風又可以望到天空嘅環境底下係好配合到音樂呢一回事嘅。但係喺香港揾一個咁嘅場地就比較難。